大家知唔知道自己呢一年有冇犯太歲呢？咁就可以睇翻呢一個表啦。丙申猴年犯太歲嘅生肖呢，包括咗有屬猴、犯本命太歲；屬虎嘅朋友呢，就係同太歲相沖；屬蛇嘅朋友同太歲相破；屬豬嘅朋友呢，就係同太歲相害噶。嗱，其實相破同埋相害呢，情況都唔係好嚴重噶，咁所以呢，屬蛇同埋屬豬嘅朋友呢，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啦。有啲朋友咧中意喺新正頭嘅時候去廟嗰度祈福噶，咁我就揀選咗一啲嘅吉日吉時咧俾大家參考噶。另外提一提犯太歲嘅朋友，亦都可以揀呢一啲嘅日子咧去到廟嗰度攝太歲噶。睇翻呢一個表就可以揾一日啱自己去拜神嘅日子嘅，咁記住唔好揀一個衝到自己嘅生肖日子喎。嗱，先講第一個啦，咁就係大年初二啦，咁就係朝頭早嘅7點鐘至到下晝嘅3點鐘，呢一日咧就會沖兔同埋沖雞嘅。咁至於大年初三啦，咁就係朝頭早嘅9點鐘至到下晝嘅3點鐘會沖龍噶。大年初四就係朝頭早嘅7點鐘至到9點鐘啦，11點至到下晝嘅1點鐘，咁就係沖蛇同埋沖豬噶。大年初五朝頭早嘅5點鐘至到11點鐘，下晝嘅1點至到3點鐘，咁呢一日咧就係沖馬噶。至於年初八啦，咁就係朝頭早嘅7點鐘至到下晝嘅3點鐘，咁呢一日沖雞噶。大年初九朝頭早嘅5點鐘至到下晝嘅3點鐘，咁就係沖龍同埋沖狗噶。如果剛才嘅幾個日子大家都仲未得閒去拜神或者去攝太歲嘅話呢，咁唔緊要，我哋仲有幾個日子可以提供俾大家噶。咁就包括咗有2月18號啦，咁就係朝頭早嘅5點鐘至到下晝嘅3點鐘，咁就沖鼠同埋沖馬噶。2月嘅19號朝頭早嘅5點鐘至到下晝嘅3點鐘，沖牛嘅。2月22號朝頭早嘅9點鐘至到11點鐘，下晝嘅1點至到3點鐘，沖龍嘅。2月24號啦，咁就係朝頭早嘅9點鐘至到11點鐘，或者係下晝嘅1點至到3點，咁就沖馬噶。咁仲有最後啦，咁就係3月嘅1號，朝頭早嘅5點鐘至到下晝嘅3點鐘，會沖鼠同埋沖馬嘅。補充多一句啦，咁剛才所提供嘅日子呢，全部都係屬於正月之內嘅吉日吉時嚟噶。咁如果大家係想新春祈福，又或者係想攝太歲嘅話呢，其實都唔好太遲啊。咁早啲做咗就會安心啲啦。無論你係做生意定係打工仔都好啦，咁新年第一次開工就當然要擇翻一個吉日啦，咁就寓意全年工作順順利利嘅。開工開市嘅吉日包括咗有大年初五，即係2月嘅12號啦，咁就係朝頭早嘅5點鐘至到11點鐘，下晝嘅1點至到3點鐘，咁呢一日咧就會沖馬同埋沖兔噶。咁大年初八2月15號啦，咁就係朝頭早嘅7點鐘至到下晝嘅3點鐘，咁就係沖雞嘅。咁至於正月15呢，2月22號啦，咁就係朝頭早嘅9點鐘至到11點鐘，下晝嘅1點至到下晝嘅3點鐘，咁就係沖龍噶。咁再後啲嘅時間呢，就有2月嘅24號啦，咁就係朝頭早嘅9點鐘至到11點鐘，下晝嘅1點至到3點鐘，沖馬同埋沖兔嘅。至於再後啲啦，咁就有3月1號朝頭早嘅5點鐘至到下晝嘅3點鐘，咁呢一日呢，就係沖鼠同埋沖馬噶。